农业部和教育部有共同推动，要让各校的学生囡仔会当啉牛奶这个政策。对9月份开学推动较大，也是有一寡较大间的学校找无厂商叫无牛奶的货，也是讲真侪是需要老师和学生同齐搬牛奶无用试试，而且保存嘛是一寡问题，互一寡学校真头痛。教师工会是呼吁政府该分牛奶券，互学生家己去领，安尼就当降低对学校的影响。不少学生欢喜到田场来领牛奶，中央自9月起推行班班有牛奶，不过政策上路这边2个月有高雄民代接到申请，部分学校连一罐拢订袂到。学生人数都是上千人以上，教育部又规定1个礼拜必须要2天喝鲜奶，那这样子加起来的话，那个数字实际是非常惊人的。所以我们学校到目前为止是订不到任何鲜奶，甚至连保酒乳我们都订不到。老师反映，学生数超过1000个学校，因为订购量大，找不到厂商经费。另外，学校爱先付款了后再请款，对经费不足的学校也真吃力。订会到的学校赶快拄到难题。这个就是造成学校目前的困扰，因为第一个你会影响学生的受教权，他在这些过程之中他就没有办法上课，要搬运啊，要发送，要喝，基本上他就是要浪费1节课的时间。教师工会表示，因为利润低，部分业者为了省成本，会一摆将1礼拜牛奶还是1个月无求年上来，安怎存放就真做学校的难题。认为政府应该改发牛奶券，让学生家己去合作通路领，也不过学生甲家长对牛奶券也反应无同。应该是送到教室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时间。领取的时候是很方便，因为现在便利商店那么多，新鲜度来讲，应该是比较合乎政府给我们的那个美意。高雄市教育局回应，会继续将学校意见反映给中央。教师甲家长表示，认同牛奶政策对学生甲农业利益良善，也毋过希望政府事先做好配套，临时执行了后拄着问题才来补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